这届芭蕾奥运，台湾木星队代表队创造一届上届奖牌纪录，其中被称之为吴琴舰队的吴思怡甲陈念琴呢，拢创造生涯新纪录，摕到铜牌。因两拢将活泼，这罗福林基就甲这个迷众呢真欢喜的手来签名甲翕相，两人互动嘛真古锥。吴思怡讲，倒来台湾了，上届想要食厝内鸡汤面，陈念琴是讲伊真思念伊饲的兔啊。 机场接受到热烈的欢迎。在芭蕾奥运提铜牌的木星谷女将吴思琪，嘛真热情，主动提手机啊，甲迷众做伙翕相。有没有镜头？谢谢，麻烦有镜头。阿杜主意。刚刚提铜牌，等下抗癌冠军陈念琴是笑笑签名。莫看因两个拍拳的时阵，真雄真有气势，其实私底下个性拢真高水。 接受采访的时阵，喇叭出问题，有出现一寡杂音。两个人竟然模仿 DJ 放音乐的姿势，个人个性较定调的林晓婷嘛对伊理爽。当念琴提起麦克的时阵，现场的迷众拢真激动。好停！伊马上比出一个停的手势，一开嘴竟然互现场笑嗨嗨。备战奥运的压力确实是蛮大，那我在这边先放教练一个假。好，我最想念的当然是我的家人，还有我的超能量。大家知道我超能量是谁吗？是我的兔子，耶！讲伊倒来台湾，想想伊迄只兔啊，那吴思怡看到老爸来接机，是真感动。鸡汤面今天公休，特别来，爸爸平常不公休的。因为吴思怡请人的面单，倒来家乡，伊当然买怀念一碗台湾米。回家吃鸡汤面。以后再说啦，那个鸡汤面随时都吃得到。今天会去带他出去吃好料的，我们可能去吃那个筒子鸡、昂阿鸡。老爸拢成功放假休困，当然爱带查某囝出去行行洗洗的，吃一寡无共的，享受亲人的团聚。这次拳击又特别的突破一点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希望在这个领域继续打下去啊，继续加油。希望是一次比一次更好。那我也希望说带着这份士气，我们下一届奥运中华队可以挤进前10，对不对？参加了袂掉的吴思琪甲陈念琴，好好休困，冲把电，向后一届亚运甲奥运继续打拼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